好，咱继续来看这文化部，逐年拢会推出适合国中、国小学生看的这个册单，互学校或者是图书馆来做参考。今年也特别鼓励以各族群语言出版品来参与评选。但是这5年的册单来甲看，推荐的这台语册不到20本，量犹原是真少的。前卫出版社主编郑清凤就指出讲，事实上这出版界毋但经费真有限，而且佫欠这台语的编辑人才。伊建议政府应该爱提供资源帮助出版业，做更较侪台语的出版品，互母语家庭有通选择，这消费市场才有法度建立起来。这学校为着要鼓励学生读册，拢有推出阅读奖励、阅读课等等。文化部当年嘛拢会推出适合国中小学生的册单，互学校图书馆参考采买。自去年开始，特别鼓励出版单位以各族群语言的出版品来参与评选。像新北市的安溪国小为着要推出正经式的母语学习，今年咧买本土语言出版品的经费要增加到4成，伊嘛毋望文化部的册单愈丰富愈好。我在挑书的时候，一定会看这个适不适合学生。那我们低、中、高年级，它不同的年段有不同的学习表现跟学习内容的能力，必须去符合。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个书籍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想，这个书籍小朋友看了能不能理解，或是说我们今天他能不能从这里面学到东西。点开文化部这5年来的中小学选读册单，推荐的台语册才20多本，量也阁真少。前卫出版社主编郑清凤指出，根据国家图书馆的统计，台湾当年有4、5万种的出版品，不过本土语言的出版品恐惊是连1%都无。更较免讲台语出版品有偌济，伊认为这毋但是政府推广的补助资源无够，有在调做台语出版品的编辑人才嘛无够。一个编剧，你可能一档上无做6、7本就真够啊，对，所以你要安怎？把这个量先冲出来，国家会当看伫什么款的角度，互出版社一寡补助，或是讲人才训练方面的协助。我相信这对以后咱的规个所有的国家语言的出版，其实拢有真有帮助。由文化部举办的中小学徒步选举，今年自3月19开始，开放出版单位报名评选。郑清凤建议政府着按有补助，鼓励出版社做台语文作品，互台语家庭有更较侪选择，规个消费市场建立起来，出版社才会更较愿意培训台文的编辑人才，做出更较好的作品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新北报道。